啊，那继续时间这样子好不好？面对着观众，两个腿并齐来，两个腿并齐呀，并齐，夹好，两个手背后，手背后。对，双腿并拢，双手背后啊，坐好。接下来把一首歌曲送给你，同时让你来感受一下我们丽莎小姐的真实身份。来，音乐老师，音乐，放好啊，坐好啊。别着急啊，慢慢的来。掌声，没有掌声没听见，来点掌声打打气，好不好？一切都是在骗我，看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2天来。我的妈，你倒不客气一点啊！等一下，你别把我们丽莎小姐吓到了啊！来，朋友们，掌声有没有？你的手往哪里摸啊你啊？我的爱情还给我。你从摸他，他摸你一下也没关系吧？来。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，看今天你跟我说，你说过